袂记开始串流。即嘛应该有啊哈，歹势。我袂记去试一个版叫做，就是 stream 开始 starting the stream 迄个版。对，即嘛有啊。哦，歹势哈。所以你即嘛定看吼，就是教育公布第20啊正式评价论大会，伊有几啊主题吼，咱顶会有看。第一个主题是论小学啦，吼，就是伊个小学 elementary school 要开学。第二个是论逐所在的教会着家己出所费，就是伊希望各所在的教会会当财务会当独立啦吼。这是长老教会伫咧台湾初咧发展的时阵，因所有的经费一开始拢是对敢若是南部是英国的教会啦吼，南部是英国的系统，北部马街是加拿大的系统吼，无共吼。伫即当阵应该阁是南部教会是对英国来的钱对英国来吼。这基督教会因运作一直拢是安尼吼，包括即满我听伫美国，因足侪教会吼，嘛是有咧做海外因迄个叫做啥海外事工啦，因迄个名词我煞袂记吼，就是海外的宣教事工吼，因会出钱，因的教友会出钱可能有几少年囡仔，因有迄个热情，因着去某一个国家，比如讲去非洲、去中亚、中东，去遐宣教。教会就会即个舞会啦吼，就是美国遮的舞会就会出钱吼，迄寡人去伫遐咧做宣教的事工。相反，迄当阵因即个长老教会，英国长老教会，敢若是。苏格兰啊，我这是袂记翻译，就是因出钱互迄当阵是一开始来是马雅各即个牧师，后来譬如讲巴克勒啥，拢是因拢对英国来的。好，巴克勒甘维林吼，即寡，尤其是巴克勒甘维林这名，恁爱会小知影，就因读白话哩，去读着因含伊有关系。应该是讲。譬如讲，教会公布是巴克勒牧师迄当阵主持因的吼。巴克勒有一本白话字版的圣经是巴克勒牧师主持去翻译的吼。甘维林牧师以后再讲啦吼。另外像一个叫达玛字，毋过达玛字毋是伫台湾哦，伊是伫厦门。有机会再讲。讲到这个。所以因希望讲是伫台湾家己开拓台湾的教会摊出去了后，希望各个教会会当家己财务会当独立，而且诚做另外一个宣教中心嘛。你总袂当讲拢靠英国嘛吼，所以希望讲会当做到即个程度吼。所以即只就是你讲，顶回我阁足紧甲来读第二段甲读者吼，论教会论逐所在的教会，着家己出所费吼。所费即个词咱顶回无讲，所费就是台语内底讲，比如讲零用金吼，就是所费，或者是讲你的 expense 就是所费吼。即我搁早吼，你爱晓用着影吼。比如讲来，例句我当然是，譬如讲阮这500块，互你做一个月所费安尼吼。会当安尼讲，好，咱读啦吼。逐所在的教会照期工着担当家己的所费吼。总是有诶较无力通出祖家的教会，就是我拄则讲的母教会、母会吼。母会通帮赞因，毋望较久毋免，毋望讲以后会当毋免搁。家己本身会当财务独立，毋免搁家己帮赞安尼。论即个家己担当所费，传道理的薪金自然算在内吼。就是请牧师的费用啦吼，恁爱家己以后爱家己想办法吼。当将今年所要出传道理的薪金排列伫下底吼，甲今年要赞助互各地方教会的即个排列甲列出来吼，伫下底吼。
出全年的全年拢甲你出就是大社、府城、目沙、加勒堡、南岸，出6月即个就是阿猴、盐城、乌牛兰、阿里港顶尾拢有看过啦，每一个所在拢有地图显过啦，若袂记诶，家己再搁去显哦，Google Map 你拢查会着好，后一页，即只我那个跳一下这是台湾记的。台湾语文记的网站，我其实拢是对遮掠，我超工搁跳一个，就互伊跳后一页，安尼我后边才知影讲读到即页因为伊的迄个色会变。好，来，出3月即个拄则是1年半年的，即摆出3月哩咧这就是愈倒时间出的时间倒，表示即个教会人较侪嘛，有迄个有法度收较侪福气嘛。就是咱继续来看这咱逐逐看咱每一个所在认捌一下咱开即个房伫咧即个 house 叫做台湾网站台湾各所在的地理历史拢是咱要关心的咱所要关心的物件，咱所要关心的主题所以绝对毋是伫遮要宣告尔无迄个宣告的企图啦。对我来，我是无即个宣告的企图当然你伫内底看到有啥物件互你感动的嘛是好啦毋是啥物歹事所以我特别的开时间来看有关台湾的地理甲历史伫咧即个教会公布内底啦。我相信内底提起足侪台湾的发生的代志，或者是讲各所在所发生的代志。每一个地名咱拢爱小认捌一下好，出3月即个就是东港、嘉义，我先甲读一下东港、嘉义、番仔田、甲头社。你一听你就知影讲哇，迄当阵即个台湾足侪地名，毋是迄当阵即嘛都嘛是台湾足侪地名有迄个番社的迄个味伫内底有诶是直接甲你讲即个啥物社，有的直接甲你讲即个啥物番番仔，即遮有番仔田。阮德北遐，我德北人，我是麻行人阮遐有番仔，德北有一个所在叫番仔边直接就甲你讲即是番仔你住诶所在歹势啦，番仔是边埔毋是悬山有诶是你敢若看迄名无成汉字名，啥物加勒堡啦像阮德北遮有叫做目字镜猫儿定汉字安尼写但实际上你一看就知奇怪，这个毋是汉字名一看咧乌白豆啦一看汉字乌白豆所以台湾本地就是足侪地名有迄个番社较早本地就是番社你会当看咧讲伫咧伫咧教会咧宣告诶时阵伊所提起诶地名足侪是即种所在你就知影因特别的对这就是我毋知要用做一个来形容嘛袂使讲软土深骨啦就是华语叫做柿子挑软的捏啦因为迄较好，因较容易去迄个所在宣告迄个边埔族因较愿意接受基督教的道理所以以后你伫咧即个教会公布内底定来看到即个番社的名，搁足侪即种有即个边埔族的即种感觉的即种名继续读落东港、嘉义、番仔田、甲头社、公仔林、牛困山哇，牛困山我今仔才知影即个所在是安尼读的，因为汉字写汉字了，你著迄台地名迄个音拢走去，这实在是一个足歹处你若有机会去现迄个网络顶有就是迄个历史地图迄个资料站台湾中华民国政府其实我嘛爱感谢伊伊有伊伫咧即个网络顶做足侪网站是甲迄种较早日本时代的资源甲
甲累积、甲汇集起来，做一个网站。比如讲历史地图，就是甲日本时代的一寡地图资料做一个网站吼。你会当用 Google 台湾历史地图，遐找到迄个网站。你去看日本时代的地图的时阵，你会看到讲，因标汉字，但是因会用卡纳，卡纳就是假名吼，因会用卡纳去甲迄个汉字应该安怎读的音甲标出来吼。牛困山，你若我咧摇啦吼，你若等下去 Google 去查吼，你看伊汉字写牛眠山吼，我超工念华语啦吼，就是牛咧困的山嘛吼，牛眠山的眠是睡眠的眠吼。但是你哪有可能会去读牛困山啦？哈，无可能嘛吼！你敢若看咧汉字，因为你就算你毋捌读过汉语啊，你嘛知影讲迄个眠，你会去读文音，你袂去读即种混用字的音啦吼。眠就是困无毋对啦，但是你袂安尼读吼。你可能读牛眠山。OK， 但是伫日本时代的地图，你去看伊的汉字边仔卡那会写牛困山吼。OK， 我讲遮长就是要希望你有机会你去看觅啊。好，咱来查一下即寡地名吼。我遮啰嗦讲这就是要互你知影即寡代志吼。无兴趣，以后你就毋免来，袂要紧啦吼。我直接无客气安尼讲。好，咱先来看牛困山好吼。因为我对即个地名就有兴趣。但是牛困山歹，我小可血糖小可低。等下就爱互我1分钟时间，我去三只物件来食吼。我牛困山、牛眠山是伫咧南投。南投是算南部教会还是北部教会？应该是算南部教会。咱查一下有别位叫做牛眠山的无？我真正敢若只有南投。中华民国教育部最近出一个，因有一个计划，最近发表就是台湾地名。台湾地名。因叫做闽南语啦吼。台湾地名计划，还是吼我查一下，因为我袂记甲迄个网站记点写，所以我即马临时啊去查一个台湾地名计划，迄个网站伫倒位？好，咱来查一个毋知查会着诶吼。哇！伊敢若有花，迄个花莲、苗栗、新竹、台北无南投。公共设施、街仔路、自然实体、自乐行政区、直接来地名清单才查一下吼。查对，遮。哎呦，我真正有开过啊！好，地名清单吼，有一个 PDF 档案。哇，我看是无吼，因为你看伊是有苗栗县、新竹市、花莲县、台北市吼，第一阶段尔啦吼。咱查一下牛眠山，牛困山啦，有歹势。真正无。好啦，你若知影有别位所在叫牛困山诶吼，再甲咱提醒一下吼。南投遮即个牛眠山是毋是就是牛困山？我毋知啦吼，可能是啦。好，过来是公安拿，公安拿我就知啦吼。公安拿是公安拿。查一下吼，公安拿敢是公山的
古早地名，公安拿。外公拿左顶遮，毋知是遮无？这是伫台南县吼，左顶遮有一个外公啊，外公拿里，公拿里，我毋知影是毋是古早名叫公安拿。哦，对，伫遮吼，伫个伊基北科有解释讲伊为虾米叫做公安拿，但是吼参考一下吼，台湾叫做地名黑白讲的吼，尤其是因为汉字吼，迄个我因为汉字安尼，其实汉字根本黑白斗的吼。公拿里是台湾台南市左镇区的一个里，原本是台南县左镇乡公拿村。2010年年底，到台南县市合并改制了后，改做公拿里。地名由来，传说讲是因为伫个公拿派出所以北埔顶的山势，亲像是公马路，叫久变做公安拿。我听你咧臭屁吼，我想是这是巴布的啦吼，无一定啦吼。好，歹势啦，我拄则讲歹听话吼，因为我实在看即侪迄汉字名吼，黑白讲啊，我实在是看了规巴肚好。好，这是所以拄则这公安拿就是即个所在无毋对啦吼。台南左镇遮，你看嘛是较山区吼，这我相信嘛是较边部人大所在啦吼。咱搁转来遮，公安拿哦，伫台南县左镇啊，牛困山可能是南投吼，头城是宜兰吗？但是无可能啊，即当阵敢已经应该也袂啊，因迄个南北两个基督长老教南北两个教会合起来做一个教会。我袂记当时啊，但是应该是伫日本时代，或者是日本时代以后吼。今仔日无爱查啦吼，我即嘛一时啊毋知吼，恁有兴趣再去查啦吼。但是即当阵1800几年绝对是无可能和北部教会是甲做伙，所以头城无可能是讲宜兰，啊宜兰是北部教会。我查一下头城，看伫个 Google Maps 有偌侪所在是头城吼。即个头城是南埔里的头城。敢若埔里有头城吗？毋是，歹势，毋是埔里的南投吼，南投的头城，水里较北，搁较内山一撮啦吼。挖即是啥物？日月潭遮一个所在叫头城吼。所以头城毋是宜兰咯，我去毋对去啊。OK， 好，头城吼。即嘛其实是哪开讲啦，我是希望讲若有兴趣的，会当起来讲者吼，甲咱介绍一下即地名。头城 ，OK， 过来，歹势来，我对即地名无介识，对即个所在无熟啦，所以我要叫我介绍，我毋知要讲啥。但是你一看，感觉即所在。我记得伊较早吼，你若去日月潭遮耍吼，因敢若有迄啥物原住民的啥物歌舞吼，跳歌舞互你看安尼吼，敢若就是头城车的款。我毋知影恁遮是原住民是较平埔的呢，还是较迄个内山的，我毋知吼。好，牛困山、公安拿、头城。过来是番仔田吼，番仔田，我若感觉
即嘛无可能叫做番仔田，但是啥物所在我毋知吼。原来是南投。啊，因为伊的汉语写做番仔田吼，伊个华语番仔田吼。我甲你挂保证吼，即嘛外地人绝对无人知影读做番仔田吼。啊，在地人吼，过三代了后啦，我过三代咱掠60年好啦，原来无人知影番仔田啊。哦，在地人家己叫番仔田啦吼，因为袂晓讲台语啦。OK。番仔田原来是伫南投，伫咧斗六个竹山即边啦吼，即算前山啦吼。即只若讲要翻嘛，应该就是即歹讲吼，因为迄遐较早是原住民，迄悬山诶吼，就是山地原住民。番仔田，家己就大家知啦吼，家己古早名叫啥？一时仔煞甲袂记。家己是啥物？我袂记是乾隆还是雍正因号诶名吼。东港，过来头一个是东港吼。东港应该就是屏东迄个东港啦吼。屏东县东港吼。东港遐是渔港吼。各位若尤其是住伫咧较南部迄，恁若有兴趣食海产的，当来东港食吼，才有即个渔港，食老累的所在吼。伊佫有即个叫做太平湾吼，才有一个即个海湾，这算海湾吗？我毋捌去过，但是我知影即个人足侪伫遮咧耍水吼。好，咱用足侪时间介绍地名，我实在足希望各位对台湾的各所在拢有一个概念吼。台湾毋是一个足大的岛，但是足侪人对其他家己即个县市以外所在拢无啥物知吼。这是伫美国若是伫美国是定定安尼，有足侪一个对目睭无介清楚吼，对住伫咧东岸对加州完全若敢另外一个国家，而是因为所在太宽，台湾就是真诶小一个所在尔。交通佫遮尔便利，遮尔便，你敢若对家己附近有了解，实在足拍算吼。好，咱继续看咧。出2月日诶吼，拄则3月，你即摆出2月日就是老厝庄、杜君英，哇，杜君英地名也出来吼。大南、大埔城，这4个所在，一23 4吼，一2 3 4，一2 3 4 5个所在吼。歹老4个所在，老厝庄，关遮门咧。老厝庄，老厝吼，就姓老的所在，因咧大庄头啦吼。毋知找会着无？找看觅啊吼。老厝。有呢，但是譬如讲老厝里是台南市，即毋是西港啊西港吼。有一个老厝庄是伫咧屏东吼，咱查看觅。伫咧屏东市这附近尔吼，无介远。老厝庄，好，杜君英吼，杜君英嘛是地名吼。伊足趣味吼，其实伊是台东，我其实我甲即段历史袂记啊吼。杜君英伫咧屏东啦吼，首先当然先看一下伫咧啥物所在吼。伫遮吼，伊有即个杜君英的医院厂吼，即个敢若是读厂吼。是毋是读厂？咱来看一个啊。
监理点，监理点。吼，读做痛吼，痛就是梦啦吼，无别个意思啦吼，所以看到痛就是梦尔啦吼。除了日本人会摕来做名以外，无别个意思啦吼。啊，拖是杜军英的衣冠冢，衣冠冢吼，就是为虾米呢？首先你要知影一下杜军英是虾米人吼，我嘛袂记啊啦，我袂记，我真正袂记。当然较早是看过吼，伊基本考遮有吼，杜军英，好，咱伊的老爸。捌出师伫明朝，就是出师伫做官啦吼。明朝崇祯吼，崇祯皇帝，崇祯皇帝就是上尾一个皇帝嘛，了尾皇帝嘛。当然，讲了尾皇帝是事实啊，但是实际上伊是足想要好好做皇帝一个人吼。好，因杜军因老爸伫咧即当中做，伫咧明朝即个上落尾年咧做官。后来死伫咧明末的大乱吼，杜军英自幼就死爸吼，是老母请养大汉吼，个性真正直吼，英勇而且有真有气力吼，日头食饱，就是用啊那牛的一个人吼。杜军英安尼人和台湾什么关系？康熙46年，杜军英渡海，歹势吼我。手机啊，直点。杜军英渡海前往台湾吼，来遮开放就对了吼，来遮那个啥，对了，开放啦。除了我讲开放即个词，毋知讲了对毋对？毋对再甲我拜托各位甲我指正吼。除了新北市一地的过往两姓秀才。白田来经政之外，佮退槟榔林，就是伫咧即马屏东县内埔乡即个所在二定村吼，会管事诗林是即伊个名吧？佃户来收田租。康熙59年，同事黄连以杜军英私底下去扑伊个山林的树木为由来状告杜军英来告杜军英就对了，讲你甲我扑我的茶，扑我山偷扑我山林的茶吼，所以杜军英就走去即个槟榔林去觅吼，槟榔林拄则讲槟榔林伫屏东遮起事，所以就知影台湾迄当阵足侪民变嘛吼，杜军英就其中一个啦，就简单讲就是安尼啦吼。啊，你若有兴趣，你继续看吼。杜军英和朱一贵先后，所以是应该是朱一贵的迄当阵迄个民变，杜军英是其中一个足重要的人物啦吼。所以大家听过朱一贵，但是对杜军英可能有诶可能捌听过吼。但是杜军英是迄当阵朱一贵迄当阵伊内底足重要一个人吼。后来死了后，我看嘛死了后。伊的旧部有就是伊的部下，足侪人，即个走到即个番仔厝遮附近定居，并且甲该庄，就是番仔厝即个内埔内埔吼，即个所在，甲迄个庄就叫做杜军英庄吼，所以迄个所在吼有后来，但是后来因刷位吼，因为迄个饮水因刷位刷去即嘛即个屏东县内埔乡。大河村、内埔乡啊，大河内埔乡我毋知吼，并且伫咧即个所在为杜军英立衣冠冢吼，墓碑顶头写“忆杜军英庄界”吼，写是忆字，就是讲应该是意思就是去判迄个反叛的土匪就对啦。而且伫道理顶头加一点以示类分吼。好啦，就是因即寡人住伫
杜军英的部下，因住的所在就叫做杜军英庄。后来即个庄有刷位，刷即嘛即个杜军英庄啦吼。啊，所以遐有迄个杜军英遗传筒遐，有兴趣的人则家己去有机会去经过的时阵再去看吼。即个杜军英庄即个地名由来吼，啊，即嘛感觉叫做杜军英庄啊，即嘛应该无啊啦吼。好，以上有关杜军英庄讲到遮。好，老厝庄、杜军英庄、大南、大埔城。好，过来是杜军英庄遮，过来是大南。大南是啥物所在呢？即、个大南连即个南字我都袂晓写吼。我用荷兰文输入法，啊，歹势毋是荷兰文吼，荷兰文的白话字输入法吼。大南 TOA 第七声应该是即个大啦吼。第七声就是大啊。西好把鼻高高唱落，唱就是第七声吼，唱吼唱七号吼。大就是大和唱相款嘛，大唱拢是相款的迄个声调吼，所以大是第七声。西好把鼻高高唱落，过来是南，南嘛是南大南唱吼，所以嘛是第七声，第七声。大南即声歹吼，我毋知对一个汉字吼。我咧摇绝对毋是即个啦吼，因为汉字逐个无爱用歹看字啦吼。啊，所以呢，所以伊声就定来走去啊，因为伊要用好看字，就是代志就出来，问题就出现了吼。有可能是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字吼，一个汉字，但是读做。读对一个声调，我无介清楚吼。读做南，吼，大南，但是大南桃园有大南，敢若桃园大南。我即马用的即个南，我用的即个南字，就是南方的南加三点水吼。台语读第五声南吼，一般定定足侪人甲摕来用做，譬如讲南啦吼，还是南吼，即种南就是大水泛滥的滥嘛吼，南就是土白膏啊，涂骹全土白膏啊，足滥的迄个滥。所以我用即个南，但是嘛无看有即个所在叫大南，或者是大南。好，咱来查一下南 ，LAM 第一声。西好把鼻西一号吼，西就是南的共一音嘛吼，南，但是无，歹势嘛无可能吼。大南毋知是啥物所在吼，我即嘛毋知吼。歹势安尼我无法度看啦吼。其实应该有另外一种方法，就是用到。好，歹势，我等你想着我再讲，要安怎查吼。过来是大埔城，大埔城是啥物所在呢？大埔城，埔第一声吼。西第一声，埔嘛第一声，吼，三嘛是第一声，大埔城，大埔城，SIANN 城第五声吼，西好把鼻高就是第五声吼，高号是高，城。当然应该是即个城吼，城市的城，大埔城、台南县歹势，南投县有一个所在叫大埔城吼，彰化县有大埔路，但是应该较有可能是大埔城即个所在，伫咧南埔里，伫埔里吼，大埔城。
保利属伫个南部教会哦。我今日就知影吼，我一直想讲这可能是北部教。好，大埔城，过来是出1月日个，即嘛是我一直看地名，看啊足欢喜，袂记个时间吼。10点11分，咱的歹势哦，咱的助理主持人，走对下底去啊吼。我即马注意着，但是要我无法度，我毋知要安怎甲救起来啊。Invite to speak。好好。Make a moderator。好 ，OK。所以你爱搁找一个另外一个助理主持人，较免讲无拄好对车跋落尾吼，无煞无人看着。OK。我车直直驶，我已经驶出车站啊吼，才发现讲人绕交去。好，因为我拢咧顾看个电脑，我无咧注意即个手机。哦。对，拄则因为我手欠，然后滑出去。安尼哦。结果变到伫下骹，啊，下骹同一个时间，伊怎样遮雄雄就无声。哦，不要紧。啊，我叫大家先去看迄 YT 有直播，会使直接听，迄边正常无问题。哦，是哦。啊，即马佫有听我的声无？一寡人走去听安尼。安尼啊，即马有听我的声无？手机啊，有就好。10点12分吼，咱继续看咧吼。出1月日的钱的吼，拄则讲教会出1月甲应该是算母会啦，我毋知这母会是府城的教会，还是英国迄边的教会吼，甲出1个月的钱，就是跋马来啊，咱拄好讲跋落马，遮有一个跋马吼，咱先甲看咧啊，旗后大家知啦吼，旗灯啦吼，即嘛叫旗灯。竹仔骹、鼻头、小琉球即拢大家知影吼，这小琉球即嘛是观光景点吼。小琉球其实是一个足悲哀的故事伫内底吼。我时间可能无啥够，后回来讲吼。小琉球、嘉东啊，过来是嘉半线吼。嘉半线即个地名吼，我找你找足辛苦的哈。嘉半线汉字安怎写？你知影？你绝对想袂到的吼。我念互你听，叫做吉贝线吼。吉是吉祥如意的吉吼，吉祥迄个吉。贝是贝壳的贝吼，线是玩耍迄个线吼，叫做吉贝线吼。我已经看即个地名看几啊年，进前就看，我一直毋知影即个所在到底安怎念吼。有啊，这去查就有啊。我知，我即嘛知影，我一看我知影吉贝线。我是讲我有几啊年，我有几啊年的时间，我找袂着即个地名，我毋知影要安怎读。我敢若知影伊叫做吉贝线，我毋知影伊在地人安怎读即个地名，叫做嘉半线吼。所以你看，今仔日伫遮看会着。当然拄则是由我讲的吼。知会着啦吼，你。是因为我是小子，我是小子。歹你迄个嘉宝线，你讲你的音较迄个阮去查，阮读嘉宝线。嘉宝线吼，我是照即个教育广播所写的册的啦吼。教育广播是写嘉宝线啦吼，是毋是在地人是毋是读嘉宝线，我毋知啦吼。你若知影，再甲我报一下，袂要紧。好，过来是桥仔头，桥仔头大家知啦，桥头、桥头吼，即嘛佫大家知吼，伫高雄县。逐月日捡一个互顾拜堂的人，顾拜堂的人吼，歹势。逐月日捡一个互顾拜堂的人，是啥物意思啊？我无理解即句话的意思呢。逐月日捡一个啥？我毋知伊讲一个啥，互顾拜堂的人。好，过来是头六
也凭讲，逐年要扣12箍。顶头这应该是讲，意思是讲扣逐月日扣一个圆吧，就是1箍银吧。安尼敢袂伤济？我感觉诚济。好，问题就是伊会扣一寡钱吼，顾拜顿的人吼。啊，投落也平讲吼，只有一个伊有一个词，咱即摆来查者吼，平讲，聘礼。台语讲聘啥物意思？先来查。即马10点16分，阁有时间来看者。台语大词典。聘就是先约定互好势，先讲互好势啦。是。我请你来做工课，先聘讲一工偌济钱，啊，就要照约束行。对。是，安尼就是聘，无毋对。感谢哈。歹势，我查者吼 ，PHIN， 哦，因为我即嘛是荷兰文书理化，我来改者吼。PHIN 第2声。好，聘有就即个汉字啦吼。啊，拄则秀字吼，秀字你的即个台语要安怎读啊哈？秀子，啊是这是日本名。Hello，OK，聘。我的名是秀基啦，啊，迄是华语的音啦，歹势，我应该是秀基，好，多谢。哦，秀基 ，OK， 好。聘礼吼，拄则当然台语大词典的2个解说，一个头一个是换达拉吼，就是日本的迄达拉叫做聘。阮较早，阮迄边阮所在拢讲叫做拼啊吼，所以我毋捌听过达拉吼。达拉是我后来伫个圣经内底学着的，讲叫做达拉。阮拢讲拼啊吼，啊所以就是一个拼。另外一个，就解说就加较侪吼，有6个意思吼。第一个是姓，第二个是言名，就是拄则秀基讲的吼，秀基甲咱讲大先约定互好势吼，先聘互好，迄个聘礼吼。咱来看一下例句，讲先名聘吼，先聘互面咯吼，像这意思就安尼吼，先名聘的。第二个例句是讲聘无好吼，才来相拍吼，意思讲先讲好，拍输的人毋通哭吼，就是意思就这样，聘无好再来相拍吼。第三个是靠势吼，靠势嘛是聘吼。譬如讲，伊的例句是聘因老爸咧做官吼，靠势讲因老爸咧做官吼。啊，所以有诶是靠势讲，迄个后面诶靠山吼，超好举吼，后壁来吼。好，贫警察势吼，贫警察势，这我都较毋捌听过。贫啥物势啦？贫啥物人诶势就对啦吼。第4个是官位阶级吼，比如讲上司是1品官吼，上4品吼，什么1品伊甲第1品甲9品嘛吼。啊，佮分上1品、上2品，就是可能是副啦吼，处一级的意思啦。第5，品行吼，品行就是人品吼，品行例句的品行吼。第6是日语吼，讲物件吼，叫做品吼。譬如讲商品吼，商品、备品的 spare parts。OK，spare parts 叫备品。好，这是聘礼的吼。啊，咱伫这遮就是第2个，讲大先好名吼，先好好势迄，台语有一个好字吼，咱嘛先学一个好字。HOU 第1声吼，聘是第2声，好是第1声吼。好，你看你来看好吼，伫个好遮吼。头一个台语大词典头一个收的，就是即个我拄则讲吼，伊第一个意思是姓，第二个意思就是拄则相款吼，言明在先，迄个言明吼，口头约束吼，就是好。所以你会当讲好，你会当讲聘吼，讲啊，拄则我讲先好好势，先好名吼，先
先好吼，咱袂使无烦恼的安尼吼，安尼讲，你著相款好，你会使讲品吼 ，interchangeably 吼，你会当退换。好，咱来看一下例句，先煞过来看一下例句吼。第二个解说言明吼，照好照行吼，就是照咱进前讲好的来行，叫做照好照行吼，照品照行嘛会使吼。先好咧吼，无效才通来吼。拄则讲品无好再来相拍，就是相关意思吼。吼，喙好25000，哦，我毋捌听过吼。喙好25000，我毋知这是啥物意思。为虾米叫25000？为虾米是用25000吼？喙好咧就有吼，歹势，喙好咧就有吼，喙品咧就有啊吼。意思讲，咱用喙好咧就好啊吼，喙口头约束就会使啊吼，毋免阁伤麻烦咧，阁写括约就对啦。过来是暗散好，即另外早一吼，即个暗散，即个意思我毋捌学过吼，毋知有人捌讲过即个词无？暗散好，咱真紧看一下暗散啥物意思吼。暗第三声，散第三声。暗散好。嘿，暗散是暗散吼，暗散好啦，歹势就是手机讲的，就是爱搁变调吼。暗散是伊即个词吼，暗散好就是搁变调一遍吼。我加一个海分啊。吼，暗散意思就是阴暗的所在叫做暗散吼。啊，所以暗散歹势吼，这是我怎样说发觉，讲人的迄个身体阴部吼，叫做暗散所在吼。暗散所在吼，就是迄个较穿内裤迄个部位所在叫做暗散所在吼。暗散边就是花柳边啦吼，花柳边。暗散所在嘛会使讲是杂乱的所在吼。当然，因为台语足要安怎讲，就是要表达的时阵足含蓄啦，就是较无遐尼直接吼。所以，比如讲，伊就会讲暗散所在来表示讲你人迄个私密的所在吼。好，时间关系，我就拢无去现日文的版本啦吼。咱搁转来，拄则讲迄个好字吼。我怎袂落去？看到煞袂落去。这。吼。拄则讲好吼，第一声好。拄则讲暗散好，意思就是啊，就是毋是阴暗的所在，就是私底下好啦吼，暗散好。我认为是安尼啦，因为伊无。因为暗散就是讲阴暗的所在嘛，但是暗散好应该是迄个 extension 的意思啦，意思讲你私底下好的啦吼。好，用好的就是用口头约束的吼。好，其他的解说我就无爱搁看吼，好叫啦、欢呼嘛是好啦吼。咱讲对品讲较好，讲较暗散吼。好，10:24，咱家己看了。投入也评讲，逐年要扣12箍，伊就是意思是讲，拄则品是言明在先嘛吼，言明在先嘛吼，就是投入个教会因先讲啦，讲阮逐年要扣12箍啦吼，意思是免互舞会辛苦负担吼。啊，这只地名咱还袂一个一个看，咱搁来看一下吼。出1月日个就是。跋马，咱来，哇！这跋马汉字要安怎查？我都毋知影吼。跋马汉字是要安怎写？我搁切一个荷兰文吼。P-O-A-H 第8声。跋马，敢真正用即个汉字马？B-E 第2声马第2声吼
西好爸比好含马拢第二声吼。第五，哎哟，真正叫我找着，但是我伊的汉字无共吼。跋马是骹跋倒嘛吼，啊，这汉字毋知安怎来吼，用手咧飞的迄个飞字吼。但是实际上爱读做跋马吼。是相款伫咧台南左镇吼，叫做跋马。地名安怎来我毋知吼，我看法度查着无吼。跋马，所以我着爱搁切对，毋免我八第八声，哇，八第四声无，PUIH 才对吼。跋马，第五声，哇，左镇，左 CHO 第二声，镇 TIN 第三声，跋马左镇西拉雅跋马。跋马是西拉雅的语言啊吼，因叫做伊写做跋马就哪敢我拄则讲的跋落马吼，所以跋马和跋落马一点仔关系都无吼，所以毋通看到迄个汉字名就搁黑白讲啊吼。但是即马汉字写即个飞字吼，我查一下飞字有敢有即个跋音。大理大词典，敢若有飞甲伊是用奋斗，奋斗是有跋的音无毋对啦吼。我查一下甘字典。OK， 甘字典嘛有跋的音啦吼，跋甲飞的音啦吼，所以跋马是音嘛那是对啦吼。所以伫遮颠倒是我爱解释的吼，因为伊的意思毋是真正跋落马吼，是音尔吼，音是跋马吼，所以用即个手字边的即个跋是对啦吼，嘛是会使。好，就是讲你若是像日本时代的即种地图，伊就会写，伊毋是写肥马，伊就会甲迄个音写跋马，甲迄个骹若甲迄个音飘出来吼。即摆呢，中华民国无即个服务啦吼，所以你家己爱想办法吼。好，跋马即个所在伫左镇，10点搁几分啊？29分哦。无即地名咱明仔载，好，明仔载是好，明仔载我应该有用好，明仔载咱再搁继续来读啦吼。地名咱一个一个看过当然地名了后，就其他咱就读较紧啦吼。教会事务吼，有诶我就足紧就念过吼，所以免烦恼。哇，咱搁有通唱歌吼，咱若读到遮诶时阵，再过来唱歌吼，哆西拉嗦哆咪来哆吼，咱再来唱4条，毋知是安怎，搁会当唱歌。好，今仔读到遮，好，有要开讲诶无？3分钟好无？我拢甲恁揪起来了，要开讲诶，做恁大名大放吼，做恁尽量讲吼，3分钟尔吼，无要讲无机会啊吼。我要问，是。暗山坡是私底下先讲好的意思吗？我又是啦，因为，等下吼。先串，一架先串通。好是好名啦吼，就是讲，即马叫做黑箱啥物？黑箱啥物？黑箱作业。嘿，就是讲恁闭门会议安尼有无？就是我又是安尼咯，但是因为书店无过数，我毋敢直接，我毋敢甲你讲是一定是安尼意思吼。咱来看。
嘿，搁有呢是问讲零用钱代志要安怎讲？敢若是用所费？嘿，所费啊，搁有，敢若搁有别个讲法，我即嘛一时仔想袂起来吼。蓝山级吗？蓝山是零钱吼，蓝山就是change 吼，毋是蓝山是 change，毋是所费吼。就是所费是 expense 嘛，但是你嘛会当讲是零用钱啦吼。伊遐较头前是有问讲，若是迄个剧情是讲父母要互囡仔的零用钱。会使讲，迄就是会当讲所费吼，会当讲所费，讲敢会使讲所费？会使应该嘛是会使，会用诶。毋过收费甲零用钱有时候嘛无真完全共款诶，像讲阮囝迄阵啊，阮查囝读大学，就是个月收费会互伊9000块、几千块。啊，毋过看伊敢若无啥够，啊，著佫拄1、2百讲，啊，这互你蓝山啊用，互你零用钱。嘿，所以收费是较大笔固定诶。你即摆要收要开诶费用，啊，迄个零用钱是个数底下讲啊50、100，啊，像即摆可能就是归完了，有佫使1000几百块、几百块、1000块，只互你蓝山啊用诶。所以，爱个。好，多谢。我用台里大书店吼，找看找有无，伊是用即个用过税去找是杂费钱吼，杂费钱我都毋捌听过。啊，搁譬如讲，等下吼，我搁用即种方法找一个，无。若是讲杂费钱，安尼应该嘛是会使哩啦。零花或者是吼，歹势一时仔想袂起来。有人知影零用钱英语安怎讲无？一时仔煞袂记诶。有人知无？英语要安怎讲？无人知。稍等下吼，有一个方法让查吼，你会当去查迄个大英书店，还是英大书店，我即马一时袂记。夏英大书店吼。啊。与其就 Google 的 Pocket Pocket Money 哦。嘿。是 Pocket Money 吼。袂要紧，就算袂晓，咱网络顶足侪 translator。伊找着是安尼啦，嘿。吼吼。直接甲 Google 是安尼嘿。来，我先。Pocket Money N-O-N-E-Y 吼，用即个，我即马是用大英下书店吼去查 Pocket Money，关键字就是英语吼，一行，无啦。零用钱是 allowance 啊。啊，对 allowance 啊，我一时仔就袂记 ，L-O-W-A-N-C-E 吼。W-E allowance 是要哪 spell 啊？哎，我是来。L-L-O-W-A-N-C。我甲各位。有带边啊OK allowance 吼，来看者吼，来放较大吼，目睭歹吼。two person 十块互伊用，十块是啥物意思？十块互伊用吼。搁来是 admission 人，搁来是减，搁来是较少啊，拢无歹势。所以 allowance 伫遮无法度去查着迄个 pocket money 的意思伫内底。pocket money 拄则 P-O-C-K-E-T 吼 M-O-N-E-Y， 我搁查者，因为拄则袂记选英语，嘛无。无，另外是找台语，
找台语。哦，我甲各位回解释，其实我即嘛血糖伤低哦，所以我头壳已经戆戆啊吼。找台语，找台语对应华文来林用钱啊吼。这 Embry 就直接甲读空主白啦吼，零用钱吼，以后再甲，我安尼读，大家嘛知影应该知影即个空主白啥物意思吼，就是每一个汉字直接读迄个读音啦吼。零用钱，零用钱对吼，伊个 pocket money 吼 ，spending money。啊，拄则我讲是所费嘛吼，所费是 Marino 收吼，所费吼。或者是烂山钱，拄则手机有讲吼，烂山钱，吼，所以就是大概是即寡用法尔啦吼，伫台语就是即寡用法啦，所费，吼，啊是烂山钱，吼，啊是你要直接毋是奋斗迄个音读吼，就是读册音空主白零用钱嘛是会使吼，好。阁有啥物要问的问题无？啊对，安尼是对啦吼，就是你若有啥问题，你家记落来，啊咱上课了的时阵来讨论安尼啦。啊，你若问题多，爸比再甲我提醒者，比如讲我着较提早结束的，提早10分钟、15分钟嘛是会使，就是来讨论一寡问题，或者是来继续找一寡延伸的迄种譬如讲咱拄则品的，当找着好好的，当找着迄个暗散安尼吼，暗散会记吼，就是阴暗的所在叫做暗散吼。啊暗散什么暗散步吼，伊拄则即个较袂记吼，就是迄种用法吼。暗散所在吼。好，若无爸比咱是毋是今仔日就到遮？还是有啥物？安尼到遮吼。好，感谢各位，好，啊，大家明仔载是好欢迎各位，我再搁甲迄个寄出来吼，迄个 notice 寄出来。好，再会，我来关房。